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国防部出版的111年度中共军力报告书，来讲这个中国的解放军到2027年都会当精准来打击台海。啊，咱的国防部面对着中共的威胁，是大幅来增加着每年的预算，而且佫甲美国采买着18套的海马斯多管的火箭炮。中国解放军为8月份以来真接咧做军事演习，最近更加不断派出无人机扰乱咱国离岛的空域。依照国防部上新的中共军力的报告书，估计中共火箭军的部队伫2027年，就有对台湾以及伫岛链范围内远距离精准打击的能力。中国东南沿海各种飞弹增加咱国防控压力。另外，福建号航空母舰将伫2025年正式服役，全国认为爱发展无对等的作战。真的是以对称战力为主，包括潜舰国造，可以有效的这个反制敌方的这个航线战斗群，或者是这种两栖攻击群，还有就是以陆制海，以密度更高的这个反舰飞弹，包括外购鱼叉跟国造雄风飞弹。组成一个一路制海的一个能力。面对中国威胁，明年国防经费加上特别预算以及非营业特种的基金有5863亿，其中陆军引领美方取消 M1洞9A6自走炮的采买计划，改为买18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以及精准火箭864粒，战术核飞弹嘛加买84粒，估计伫2027年完成换装。不过新买装备有可能无法度完全符合陆军炮兵的需要。说炮阵的成本相对较低，那第二来讲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炮兵部队他们用的火炮都已经非常老旧，所以我们并没有现代化的火炮，那所以在替换上来讲，的确没有办法说完全取代。国防部认为，目前强军愿意认知作战以及伫普设的地带密集的侵扰，怕什么引起咱国人的恐慌，国军将会持续严密的监控，保护国土的安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